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灣仔道豪福5嘅快時。咁今日有阿威喺度，我帶啲有雙冚㗎啦，有雙冚嘅吊嘴同大家介紹翻。咁都係可以現場咁樣去 bid 嘅 ，OK。咁我會介紹多少少啦。咁啊，度下 size，講解多少少。咁之後最後尾咧就會出價錢。出完價錢之後，如果有興趣可以喺呢個平台嗰度 bid 啦 ，OK。撳 Y 撳要都係可以嘅。咁我會影翻相啦，寫翻閣下嘅名啦，咁去確認翻。咁稍後咧，如果未有 WhatsApp 嘅朋友咧，可以同我哋加翻呢個6319319咁樣，方便去聯絡你啦。係啦。咁而家鏡頭入邊咧有個辣綠嘅雕刻，佢係一個佛公嚟嘅，一個小佛，係啦。咁啊側邊咧我哋就鑲埋呢個18K 白金啦，一個少少鑽石嘅，好似花頭咁樣嘅。咁啊上面都係一朵好似花開富貴啦，笑口常開咁樣嘅。咁啊側邊有18K 白金，一個四爪雙嘅雙嵌，有個底框，有埋個底片可以開到嘅。
總之咧就咁一件咧，因為佢個顏色夠鮮彩啦，同埋佢個種質夠咧，咁其實簡單穿條繩或者你話戴翻女士戴翻茄金鏈啦，咁樣戴住咧就已經好有級數。咁最主要就係佢已經傷好晒，唔使再去擔心點樣去傷陷，點樣去整佢，直接可以換條鏈就可以戴得到啦。拎近少少俾大家睇。OK， 你見係有玻璃感啦，成件係通透，之後滿色嘅綠色。佢係一個笑佛啦，你見佢個笑容做得好好啦，個手背啦，個肚墩啦，你見係好通透，之後成件綠辣嘅綠色，同埋有通透感。咁呢個佛公咧嗰個尺寸咧，淨係翡翠嘅位置咧，我而家印一印俾大家。佢嘅高度咧係17.1嘅，17.1，闊度係25.4嘅，25.4。厚度係1.8。佢係一個全色冰透滿辣綠嘅笑佛，咁連埋茄金雙口啦，係有埋嗰個有個好似花形咁嘅瓜子球，咁啊可以穿到大家嘅茄金鏈啦，係啦。咁底框架都可以開到嘅，開咗咧其實個顏色冇太大影響嘅 ，OK。其實就算開咗咧，你都係見到係咁通透啦，咁濃色啦，而家開咗蓋嘅 ，OK。咁呢就適合日常去佩戴啦，咁啊笑口常開咁樣，辣色搶眼嘅 ，OK。咁呢個咧都係幫大家申請咗個價錢嘅，咁啊佢會有個咁辣綠嘅佛公啦，再加埋個雙嵌，咁啊價錢咧都係超值價，希望你哋中意啦，因為淨係話雙嵌嘅話咧，而家做一個底框有嗰個底片咁樣，有埋個活動扣，咁呢度個手工咧已經好幾千蚊㗎啦。咁而家成件連埋晒，連工包料咧一個推廣價，係啦。希望你哋中意呢個價錢咧係9800蚊，9800。係啦，笑口常開啦，花開富貴，一個滿綠色、通透係啦嘅佛公。係啦，價錢係9800蚊，側邊配合18K 白金，加埋鑽石嘅雙嵌嘅。好，咁如果有乜名唔知喎，係啦，咁如果咧睇重溫嘅朋友咧有興趣呢個咧，咁可以 cap 圖同我哋聯絡翻63119319，或者可以 WhatsApp 俾我哋啦，咁可以安排翻俾大家嘅，係啦，有件全綠色有雙嵌嘅翡翠 ，OK。鮮辣嘅綠色，再有種質嘅，你嘅通透感啦 ，OK， 均勻顏色嘅。
多謝你哋啊！好，之後介紹個平安扣俾大家。咁咧呢個就黃翡嘅，咁琴日有出現過呢一個額心 size 啦，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冇戴開咁大件啊，咁我琴日特登攞件另外一個 size 俾大家，同一個平安扣 size 啦，佢係一個全黃色冰黃 OK 嘅平安扣，咁呢個咧個尺寸咧大過個5蚊餅嘅，大過5蚊餅，厚度啦，厚度我一陣度俾大家啦。OK， 全黃呢個冰黃嘅平安扣啦，咁個尺寸咧個闊度佢有30.3，中 size 30.3，厚度咧就5.8，厚度就5.8。你見一個幼細啦，全黃色嘅平安扣啦。另外就係佢有鑲埋呢個 K 金球，咁啊18K 白金，用啲線就有啲線條咁樣，好似兩塊葉仔咁樣啦。下面就珠邊，上面就鑽石。OK， 成件都好潤澤嘅，好均勻嘅一個平安扣啦，連埋雙合嘅。其實全件咧都係好有流啦，同埋顏色好均勻嘅。係啦，咁呢個咧打俾大家個價錢咧係3900，3900蚊。個冰黃嘅平安扣啊，連埋雙合嘅，用3900。好，之後咧會有個水泡扣，係啊，紅紫嘅水泡扣。咁呢個咧都係帶個厚度啦，你見佢係成個手握咁厚噶啦。佢個厚度咧10.7嘅厚度，一個肥水泡啦，肥嘟嘟。你見佢嗰個比例啊，個厚度做得好靚，闊度就21.1。幼細嘅紅紫，你見佢都係你望落去係冰扣啦，全色啦 ，OK， 好純嘅一件紫色料。OK， 咁呢個咧就我哋做翻一個黃金啦，11K 黃金嘅扣啦，一個好似花咁嘅造型啦，中間有粒綠色嘅翡翠啦。
OK， 咁啊撞翻顏色。咁呢個係銀鏈嚟嘅，銀鏈電到咗金色，係啊，即係俾大家可以直接可以佩戴啦，或者你話我自己有啲皮繩啊，或者其他材質嘅咧，都可以穿埋落去。係啦，因為個扣咧個圈咧，我哋預咗都幾闊嘅，都可以穿咗好多唔同 size 嘅鏈啦。咁啊，紅紫嘅幼細嘅水泡扣連埋雙嵌，價錢咧就係呢個3800蚊，3800肥水泡幼細嘅全色，係啦，加埋K金雙合，18K 白金18K 黃金 ，OK。就3800蚊。佢見係好潤咧，個顏色咧都好均勻嘅全紫位置做嘅水泡球。好，好，之後咧有個都係有雙嵌啦，有挑黑嘅一個起佛，佢雙手捧住個元寶嘅，雙手捧住個元寶一個起佛，即係企起身啊，起佛。OK， 雙手托住個大元寶啦。咁呢個係冰種一個湖水色，冰種湖水綠，全件咧你見佈滿晒嗰個顏色嘅。咁係個挑黑咧，你見佢都好立體嘅。啊，肚墩位置好肥厚啦，好通透啦，好清嘅，你望落去。OK， 拎咗上手咧，你會見到佢嗰個通透度啦。OK， 同埋個比例啊，個比例都攞得靚。咁呢個咧都係做埋 K 金扣嘅，18K 白金嘅扣。OK。咁啊，元寶個位置度到落去腳趾咧，就去到35mm嘅，35mm， 闊度就16mm， 厚度咧，厚度就5.5嘅，厚度係5.5嘅。咁啊有挑黑啦，有雙嵌啦，咁同埋咧，你見個種質本身咧，佢成件都好冰透，咁啊帶個湖水綠色啦。OK， 一個起佛，捧住個元寶嘅，都係男女士都可以戴呢個。OK。咁呢個咧價錢帶咗俾大家，呢個立體嘅起佛連埋雙嵌咧係呢個3800蚊，3800。
多謝你啊！好，咁之後咧，好，我介紹嘅咧都係有複雜啲嘅手工啦。咁呢個咧係一個冰種嘅春菜，佢個造型咧就係一個黃菜或者叫發菜啦，發財啦。OK，佢係一個冰紫青嚟嘅。OK，你見佢好幼細啦，嗰個菜膽嘅位置咧，你見佢好通透嘅。OK，同埋好立體啦，你見佢入邊係通光，好幼細嘅。咁啊，菜葉位置咧就係攞咗啲綠色啲嘅位置去做啦。OK，咁而家咧，我哋就綁一繩咧，可以當吊墜嘅。OK，非常之立體，同埋好幼細，有個光度喺度嘅。咁你見啊，佢每塊葉脈啦，上面都做翻啲細節位落去嘅。咁啊，好像真嘅呢個，同埋個種質本身好幼細。咁啊，尺寸咧我度一度俾大家。個長度咧係40.7，闊度就24，厚度10.8，都係個質份啦，本身係好幼細啦，好乾淨啦，你見到好似粒冰咁嘅，但係佢係有紫色同埋綠色啦，同埋有埋個挑黑一個發菜或者叫黃菜啦。OK， 好嗱，呢個直情好似粒玻璃珠咁樣呢個位置。OK， 咁啊，中意帶立體啲嘅有挑黑嘅朋友可以留意呢一個，係啦。價錢帶到俾大家，係呢個3800蚊嘅，都係3800。見啊，俾近少俾大家睇咧，佢成件係冰透，又細又嗰個起膠個感覺嘅，OK， 好純嘅呢個位置。咁啊，價錢係3800啦，3800蚊。好，多謝你哋啊！好，咁之後介紹個冰種嘅皇家綠，個底色咧佢係綠色底嘅，成件有冰冰綠綠嘅底啦，再有少少黃緋，佢係一個冰種皇家綠嘅樹葉啦，係啦。咁你見呢個就算綠色嘅位置咧，佢有少少飄花位置嘅，咁飄花咧都係一啲綠色色根啦 ，OK， 飄花係綠色色根啦。咁另外就係佢會有埋個青金球
OK， 一個好似少少心形啦，有少少鑽石咁嘅K金扣啦。成個種質咧係好冰透、好純。OK， 冰種嘅皇家綠。OK， 大葉有成，呢個已經連埋K金扣啦，呢個連埋雙嵌嘅。OK， 咁啊尺寸我度一度俾大家，長度係43.4，闊度就31.7，厚度就5.6嘅，5.6，一個冰種嘅皇家綠啦。一個大葉有成或者叫金枝玉葉，咁係冰種嘅皇家綠嚟嘅。咁啊有埋個K金扣啦，少少鑽石嘅。同埋帶到俾大家嘅快閃價咧係3900蚊，3900已經包埋嗰個K金扣啦，3900。都係啦，如果有重溫嘅朋友啊，中意呢個咧可以 cap 圖同我哋聯絡翻嘅，係啦，6319319。好，之後介紹個福果或者叫佛手，OK 都係紫羅蘭顏色啦。都係幼細嘅一個福果或者叫佛手，咁同樣地都係有個K金扣嘅，呢個有少少K金扣啦。OK， 佛手柑或者叫佛手果。OK， 紫羅蘭幼細質份嘅，個高度咧就28.7，闊度就15.2，厚度咧佢有4.9嘅，OK， 呢個幼細嘅紫羅蘭佛手或者叫福手啦，係啊，連埋K金扣，呢個咧就咁穿條K金鏈帶已經好靚，斯文啦。OK， 咁呢個佛手紫羅蘭顏色嘅咧，咁咧有埋扣，直接可以戴得到啦，即係戴繩就得，戴翻穿翻鏈帶啦，或者皮繩啦。OK， 咁呢個價錢咧就係2200蚊嘅，2200蚊一個靚色嘅紫羅蘭，有埋挑黑，有埋雙合嘅，就2200。
之後介紹個立體雕刻一個紅翡嘅 ，OK， 佢係有質粉啦，同埋咧非常之立體嘅。花開富貴就係金黃色啦，你見係個有質粉嘅黃翡嚟嘅，一朵花咁樣，所以叫花開富貴啦。OK， 立體嘅手工，有質粉嘅黃翡，佢黃咗咧少少好似橙色咁樣嘅。OK， 黃橙咁啦。咁個尺寸咧，呢個咧高度咧去到49.6嘅，49.6。闊度就22.8，厚度咧佢都幾犀利嘅，厚度去到16.9。OK， 有質粉嘅黃翡啦，黃咗有少少好似橙色咁樣嘅立體嘅花開富貴。咁啊，上面跟住粒紅珠啦，都係翡翠啦。啲立體嘅手工，師傅慢慢逐啲咁樣雕刻啦，跟翻個形狀，跟翻個顏色啦。係啊，花開富貴，屬於紅翡啦，紅翡 OK。價錢咧，即係基本上收翻個雕刻嘅價錢，雕刻嘅手工啦，再加埋拋光打磨啦呢個 OK。因為佢係中 size 一件啦，價錢係1800蚊100厘米。1800蚊，呢個有質粉嘅立體嘅黃翡啦，黃翡嘅雕刻係花開富貴嘅形狀。好，多謝你哋啊！咁我介紹2寸手串啦。咁呢啲咧都係一啲木拿品種，佢幼細之餘咧有啲唔同顏色嘅。咁啊，揀咗木拿品種嘅綠啦，同埋木拿品種嘅紫色啊，做咗個雙色珠。咁呢啲咧個質粉都係好靚 ，OK。你見咧每一粒咧個質粉咧，你見係好通透啦，好幼細。咁之後咧，我哋呢度用2種唔同嘅石啦，一個就係木拿品種嘅紫啦，同埋木拿嘅綠嘅，咁去砌翻出嚟啦。一個2隻顏色嘅手珠啊。咁個 M 數咧，我哋做咗呢個係預去9.8 mm 左右啦，9.8 mm 左右啦。OK， 係木拿品種，即係佢係幼細嘅。幼細之後，你見佢係好潤澤啦，未佩戴之前，你已經見到係好潤嘅。咁之後咧，有通透嘅綠啦，係啦。咁呢個總共有幾多粒珠咧？19粒，木拿品種啲靚級數幼細有質粉嘅帶色嘅玉珠啦。咁啊，呢啲都係揾啲大眼心咁去吸出嚟嘅。係啊，手串咁啊19粒啦，咁啊9.8 mm 咁樣，每一粒個質粉都好靚。OK， 價錢咧
帶俾大家係3800，3800蚊，3800。多謝你哋嚇。好，之後介紹一粒咧，好肥厚，好似粒糖咁嘅直情呢個，好似粒果汁糖咁啦。佢係一啲飄花嘅翡翠嚟，飄綠花一個福果啦，你當係一個福果啦，或者一個即係代表有收成嘅意思啊！你見到啦，側邊會有呢個綠色花嘅 ，OK， 有幾條綠色花啦，個標花位置啦，個底咧係好幼細，同埋佢成件係光素面嚟嘅，係粒巨型版咗嘅蛋面啊 ！OK， 咁呢個尺寸咧，度一度俾大家，個高度係32.9，闊度就17.7，厚度咧去到9.2㗎啦 ，OK， 真係好似粒糖咁嘅，同埋佢條色根咧，你再戴佢會有個變化喺度嘅。我擺喺手背佢俾大家睇。OK， 因為佢厚身啦，成件呢個手感好好嘅。咁喺上面襯咗粒紫珠啦，都係有質份嘅冰紫珠嚟嘅。一個福果肥厚嘅一個飄花，冰種嘅飄花，一個福果。OK， 而家就簡單綁繩啦。咁當然，如果你鑲咗個 cam 扣俾佢，又唔同睇法㗎啦。OK， 咁嘅價錢咧係1300，1300蚊。1300，好似粒糖咁啊，肥厚啦，兩邊都戴得嘅，兩邊都靚 ，OK。因為佢好幼細，見唔見到？有佢條色根啦，成條。係啦，咁呢個就1300，都係超值價錢，快閃價。好，多謝你哋嚇。
之後介紹咗杏心仔，咁呢啲咧就係舊式做法 ，OK 舊式做法 ，OK 呢個皇家綠啦，你見係幼細嘅皇家綠，一粒杏心啊 ，OK 以前嘅金鋪咧好多時都係做呢啲形狀啦，可能做翻個金扣啦，咁啊就已經可以大得㗎啦。咁呢個咧我哋就綁繩啦，都係舊式做法，一個杏心啊，皇家綠幼細嘅。尺寸咧，佢嘅高度咧係去到24.5啦，24.5啦，闊度就21.5，厚度佢去到5.2嘅，呢個靚杏心啦，有質份，咁啊皇家綠嘅品種。OK， 呢個咧價錢帶咗俾大家 ，OK， 800蚊，800，係有質份嘅，再帶佢會再清啲，個顏色咧你見佢會有變化嘅 ，OK， 800蚊。杏心啊，800。800。係。有咩煎嗎？有咩煎嗎？咁之後咧，我介紹對玉珠啦，咁呢個咧可以做配對耳環嘅 ，OK。咁呢個咧就係一啲全綠色嘅玉珠啦，咁啊係啲拉筋嘅綠嚟嘅。咁你見佢有質份啦，之後咧個色根個就係咁樣嘅。咁呢個 M 數咧就11.3 就做咗對裝珠，咁啊打咗全窿嘅底面咁樣打咗窿啦。你可以選擇去做翻耳環啦 ，OK， 做翻耳環啦，或者你話草嚟穿手珠咧 ，OK 就可以帶一個綠色嘅元素落去啦。係啦，呢個就11.3呢啲拉筋嘅綠色，有質份嘅，你見佢有半透明啦，半透明之後成粒綠嘅 ，OK， 咁啊一對啦，咁啊砌咗顏色啦 ，OK， 價錢咧，因為得一對咧，我哋做翻推廣1200蚊，1200。做對耳環，少少簡單嘅，可能加鑽就得，就咁一個耳鈎 ，OK， 耳鈎款做翻少少就已經好靚啦呢個，因為佢全粒綠㗎 ，OK， 拉筋嘅綠色，係啦，11.3 嘅對裝珠，就1200蚊嘅，120。
多謝你哋嚇。之後介紹過又係舊裝料一啲心青。OK， 形狀咧就係個福果，你見到一個長長嘅形狀啦，仲有少少葉福果。OK， 呢係舊裝料，我拆出嚟俾大家睇。OK， 長壽啦，一個福果啦，有通透感啦，仲有啲葉嘅形狀做咗落去啦。兩邊都有色㗎，兩邊都有色。嗱，呢邊都好靚色嘅。OK， 心青舊嘅料嚟嘅，同埋又打埋窿啦，可以直接穿條繩可以戴得。長度係26.3，闊度就10mm， 厚度就3.5嘅。OK， 心青品種。呢個福果或者叫長壽果啦。OK， 呢個價錢就係收翻手工錢嘅啫。OK， 因為啲立體工啦，兩邊唔同嘅。OK， 咁價錢咧係900蚊。舊原料、舊手工、舊價錢，900。好，都係啦。如果睇重溫嘅咧，有興趣可以 cap 圖同我哋聯絡翻63119319。好，之後有粒好可愛嘅佛公，係冰綠嚟嘅，冰綠嘅原料做啦，一個好立體嘅佛公，基本上成粒蛋面咁樣噶啦。呢啲都係舊手工啦，你見到啦呢啲。OK， 肥大嘅佛公，可以做戒指，可以做吊墜。OK， 擺喺手嗰度啦。咁個尺寸咧，呢個尺寸咧就去到16.7嘅，16.7，闊度就12，闊度係12，厚度咧呢個就幾犀利啦，8mm厚嘅，係啦，呢個立體嘅冰綠佛公，細細粒好得意，好可愛嘅一個。OK。都係收翻手工錢啊！呢個680啊，680。
680。可以做戒指，可以做吊墜，可以做耳環。好，之後介紹個辣綠色嘅浴桶。OK， 咁啊配埋呢個皮繩嘅，配埋皮繩嘅。OK， 個辣綠色嘅浴桶，你見啦，入邊咧有條色巾啦。咁個底色咧，見係有個淡淡綠色嘅。OK， 好彩到好夠嘅一個浴桶啊！個尺寸咧，呢個係12.1嘅，12.1嘅闊度啦。厚度咧，佢去到11.5嘅。OK， 呢邊啦，都係綠啦，之後有條龍嘅色巾啦。OK， 成粒咧個顏色都好靚嘅。咁啊，跟埋條皮繩俾大家，可以直接戴啦，或者穿其他路路通啊，其他去做個配搭都可以嘅。OK， 辣綠嘅一個浴桶啊。OK， 價錢咧係680， 680。底面都有色，嗰條色巾啦，你見到係咁樣倒咗下邊嘅。上面呢個位置啦，你見係個底質咧，你見係好幼細嘅，你見係幼細啦，純白色啦，之後有個辣嘅綠色嘅一條色巾喺呢個位置。OK， 就680，係啦，有靚質份嘅綠色。係啦，價錢就680嘅一個浴桶啊。好，之後介紹個路路通啦。咁呢個咧都係有兩隻色嘅，啱啱見到。呢啲混合咗顏色嘅位置，佢係一個紫玉啦，咁有啲位置咧佢有飄花噶嘛，咁我就夾咗呢個顏色。個紫玉啦，大家見到啦，一個紫色，咁佢其實咧就係我哋嗰個水晶紙嚟嘅。佢水晶紙咧有啲位置夾咗有啲飄花位置。OK， 咁啊半粒啦，半粒紙，半粒個飄花。個飄花咧其實係一啲好似墨綠色咁嘅位置嚟嘅。你見到有通透感啦，之後你見係深淺，之後紫。OK， 都係水晶紙嘅特別位置啦。OK， 一粒路路通就咁戴就得，
穿手繩帶都係零，闊度就15.4，15.4，厚度就15嘅，厚度係15嘅。OK， 呢個係屬於水晶紙嘅飄花位。OK， 路路通，價錢係290，290。水晶紙飄花嘅位置，好 Kimmy， 多謝你，多謝晒。我震下，哎呀！好，之後介紹一粒咧，一啲飄翠花 ，OK， 即係有啲似咧個質份咧，有啲似啱啱我介紹嗰個玉筒嘅，你見佢都係幼細質地啦。之後咧有啲辣色嘅花喺度嘅，咁啊呢個咧就做咗個路路通啦。尺寸咧就係呢個15嘅，15mm 乘呢個15.8嘅，15.8嘅呢個帶一個辣綠嘅飄花嘅路路通咧，都係成件咧都係有個綠色底啦。OK， 呢個價錢咧就係呢個380啊，380，係啦，路路通。好，多謝你哋嚇。好，之後介紹一個幼細質份嘅紫玉。OK， 呢個係冰柚紫啦。OK， 紫色嘅。OK， 尺寸13.9啦，厚度係15.1。OK， 冰紫。OK， 係好幼細嘅，大家見到好幼細，通透成粒紫嘅。OK， 呢個價錢咧係290蚊，290。
290。哦，豬豬收到，多謝你。好，之後介紹粒黃肥，佢都有少少黃加綠感覺嘅。呢度咧個底色咧有少少淡淡綠啦，呢度有個黃色嘅。OK， 有兩隻色喺度啦。咁個闊度咧呢個就12.3，厚度咧佢就去到15.6嘅。OK， 幼細質份有啲淡淡綠底啦，再飄黃花嘅。係啦，都係290蚊。有質份嘅黃加綠啊！走咗添。好，多謝你哋。係啊，之後介紹粒冰子嗰粒大粒珠，有個盒仔裝住，一粒好大粒嘅珠，耶！OK， 個尺寸咧都係12.5啦，12.5乘呢個12.5乘16.2啊！都係推廣290蚊。佢係一個又唔同啱啱嗰個字啦，呢個咧個色會濃少少，但係就冇啱啱嗰件咁均勻，係啦，兩件都靚。好多謝 Emily 收到。
好，之後咧有件呢個咧就睇下種質嘅 ，OK。哦，熄一熄燈俾大家睇啦。佢咧因為佢好濃色啊，OK。佢都係屬於拉筋嘅綠色。多謝晒，多謝晒。佢都係屬於拉筋嘅綠色。OK，佢咁啱呢就係條好濃色嘅筋喺度，但係佢都係綠嚟㗎，照落去咧，佢都係帶啲綠位嘅。OK， 同埋佢係好幼細，有少少黃色啦。呢個就睇味道嘅。咁如果你平常光咧睇係咁樣嘅。OK， 好種嘅呢一個。去斬啊啲波。OK。咁呢個價錢咧都係290，290。如果你睇實物咧，佢係好似嗰啲藍翠啊！之前我哋啲手珠咧，5M 6M 嗰啲手珠咧，咪藍翠嘅嗰隻料做咗路路通就係呢個樣嘅，個味道係唔同嘅。你見到好純同埋有個光度啦，中間呢個位置啦 ，OK， 背面咧會有嗰個花，係啦，呢個就290 290蚊。好，黃生，多謝你嚇。黃生會唔會有我哋 WhatsApp 咧？如果未有咧，幫我打個招呼，我一陣要影翻相同你確認翻嘅，係啊？定係你係住好遠嗰個黃生啊？係，如果係我一陣 WhatsApp 俾你嚇。咦，可能係喎，有個靚金魚喺度喎。多謝你嚇。嗱，咁呢個咧又另外一隻綠色啦。OK， 佢啲芙蓉咁嘅綠色啦。咁呢個芙蓉咧，佢綠色係比較多嘅，因為好多時芙蓉嗰個綠色係遍佈少啲啦。呢個就基本上佢滿晒嘅。OK， 尺寸其實差唔多嘅呢手。OK， 14.9。厚度咧就12.7 ，OK 都係靚色嘅芙蓉啦，芙蓉青咁啦嘅路路通，係啦，都係一樣，統一價錢290啊，290。好，多謝 Emily， 多謝你。我陣下。
呢度有一粒類似啱啱拉筋嗰粒，類似，但係呢個飄花你會見到佢明顯啲嘅。OK， 但係都係有質份啦。OK 嗱，有個透光感啦，全粒綠嘅，呢個全粒綠嘅，尺寸16.4乘呢個13.3。OK， 拍個燈埋去，影到成粒綠嘅，即係佢再戴咧清啲之後咧，佢個綠色可以浮到出嚟啦。OK， 呢個都係290，因為佢好濃色啊，大家見到好濃嘅綠色嚟，290。好，我介紹多一粒。咁呢粒咧個種質咧又唔同啦，呢粒咧就成粒咧好冰透嘅 ，OK， 帶少少嗰個綠色底啦 ，OK， 冰透有飄花位 ，OK， 好似個酒桶仔咁嘅，呢粒就好通嘅，呢粒會闊身少少，佢去到15.4嘅，15.4嘅，厚度都係15.3。OK， 個冰地帶色嘅，帶少少淡透綠啦，有飄花，都係好純嘅依粒，路路通，都係價錢290。好多謝 Emily， 收到。好啦，先我介紹件大件少少嘅，咁呢個就有啲挑黑啦，但係都係好特色嘅。OK， 春彩。即係紫色綠色啊 ，OK， 一個猴子壽桃啦，佢個猴子伏咗喺個壽桃度，咁啊呢度咧佢本伏咗喺樹，咁啊好幼細嘅，你見到佢幼地嘅春彩。咁呢件呢個尺寸咧34.5啦，34.5啦。闊度就26.7，厚度你預佢有7mm。OK， 春彩幼細嘅，你見到係幼細嘅，仲有啖彩啦。OK， 又靚挑黑啦，兩邊弓啦，唔同嘅。OK， 呢個今日最後一件啦。呢個都係佢大過5蚊餅嘅，厚過5蚊餅嘅，咁啊。紫青春彩係啦，有挑黑靈猴獻壽啦。OK， 咁呢一個今日最後一件咧，價錢係480，即係收翻手工啦，收翻手工收翻打和錢啦，480。
OK， 可以做吊墜啦，可以做包掛啦，都得嘅，係啦。靈猴獻首啊！幼細質份嘅春彩紫青，做翻少少雕刻，一個猴子手套。其實上面嗰粒紅肥豬撞翻顏色就有3隻色啦，福祿壽啦。480，480。咁啊，今日快閃就到呢度啦。咁假如睇重溫嘅朋友咧，有邊件有興趣嘅，可以 cap 圖同我哋聯絡翻呢個63119319，OK。希望你哋中意我晏晝呢個快閃，我哋喺 WhatsApp 度傾啦。啊，黃生，如果你未有我 WhatsApp 咧，麻煩同我哋打個招呼，咁可以同你確認翻，係啦。多謝你哋嚇，再見，拜拜。